后来母啊，请问一下吼，你迄金瓜粿讲真好食，你要安怎做？都买我买一包猪米粉啦。我先小等金瓜要偌济？2支药啊啦。对啦，做1斤啊好，你要做较侪粉，就较侪安那啦。那我昨时做超半斤的粉啦。半斤什么款粉？猪米。猪米有粉无？有咯，咱去买迄猪米粉，人伊甲你猪米粉甲椒米粉拢分开啦。你去买人一包一包变的迄落粉，有猪米的甲尖仔米粉。有啦。你迄是叫做尖仔米遐？猪米。袂使用尖仔米，要用猪米。尖仔米是炊菜头粿。尖仔米炊菜头粿，猪米会使做即落粿就对了。对啦。那像炒仔粿敢无偌济？炒仔粿啊，炒仔粿嘛是用猪米的。原来拢猪米就对了吼。后来猪米一包是偌重？1斤。1斤。即你去迄个五谷店就买有啊。干妈店。干妈店就有啊吼。猪米一包多1斤遐。咱若无要做遐济，半包嘛会使。半包啦。半包就要做几袋？10几袋款。半包做10几袋吼，算半斤就对了吼。半斤猪米，过来。落去金瓜皮下条切的，落去创一寡水，落去撒咧。撒个烂。再放咧，落去烂。放一个台啊。麻的台啊。加也好啦，是迄款。像细柑啊，就对啦。柑蚵迄个台啊，就对啦。毋是柑蚵啦，台啊，我知。落去烂啦，烂后转规圆。算猪米甲迄个金瓜撒甲烂，做伙落。创猪米落去烂。你皮就爱卸掉啦吼。对啦。金瓜卸皮落去煮烂了后，才创猪米落去烂。对啦。毋着爱加水。着。有汤加下落，什么汤？伊内底生汤。金瓜汤啦。金瓜撒的时就会生汤啦吼。无啦，咱甲创水落去撒。创一撮水落去撒，就会生汤，落去烂，毋好做一边创较济汤。豆豆啊用。豆豆啊烂，豆豆啊加汤就对啦。这烂甲会规圆的手会摕袂夹的手。规圆会当手提起来，阁袂夹的手安尼。对啦。再猪肉都加油啦，人家你若是买猪肉，人家你加油。小等拄则有回音机声，你讲猪肉加肉就对啦。加肉加油嘿。猪肉量大量小啦。大约啊就对啦吼，2支约啊吼。昨昨个我无甲称淡着，毋知半。胖毋知有半斤无？总讲半斤加肉啦，嘿。猪肉葱头啦。葱头。大葱头。大葱仔头嘿。请10粒做偌粒啦。大葱仔头请10粒，较济粉就较济粒。你昨做迄是几粒？10外粒，你煮10外块嘛吼。真济粒有了。10外块嘛吼，10外块拢少真10粒的红葱仔头，泡边切落脆啦。切落迄个。头尾切掉，膜摕掉，头尾切掉嘿。再切落油。切落油嘿，再落去含肉。先落去啃咯，葱头啃咯切。用油热油落去。片芳就对了吼，爆香就对了吼。若有虾米也使啦，虾米甲香菇、虾米甲浸咧，浸好软。香菇甲虾米甲浸好软吼。切落油，切落油。切落油，再落去啃。嘿。葱头啃甲芳的时候，再猪肉下落。啃甲芳。啃甲芳的时香菇。香菇甲虾米先落，辣咧，再创辣咧，创猪肉，猪肉再加肉再甲用落。第二个
擦来擦去，擦来擦去，擦。擦有色就对了。擦半色的。擦半色，吼，擦半色就会使。规拢色啊，无紧啦。吼，拢色啊，无要紧吼。阿庆你讲，加用一寡切落幼幼的笋仔嘛会使啦吼，笋仔加落嘛会使。笋仔切丝个，切丝个切到丁啦咯。切到丁啦，幼幼的丁啦哈。要加会使，无加会使啦。免也会使咧。嘿啦，了后才甲伊。芡豆油。再搁加豆油落去芡，吼，伫顶底拢个芡落好。才会芳。嘿，芡豆油落才有咸正。才有芳。才有芳啦吼。才烫起来，即马。烫起来了才开始包。粿摕一碗，就无。一碗粿就个扁。就个安尼看。嘿，看，才拄则做好才压。做包压，甲包喺中啦。无知啦，我迄本我才摕你看。我知啦，迄时啊做圆圆啦。咱无知创像金粿遐水咧。对啦，我紧啊，都有一个形圆就好啊。都内底有包就好啊。好。啊，落去吹，正十分就好啊。好。啊，就会使吹正十分就好，啊，毋着用电锅。我有人绳啊。用人绳，用水落去吹啦吼。吹蒸笼就对啦，嘿，吹正十分就好啊吼。正十分就熟了，11、12分就无紧啦。好，啊，伊迄黄黄的色就是原来金粿的色啦。对啦，金粿色。所以金黄色的真水啦吼。哇，安尼真清楚啊，安尼好，安尼我会当甲送互即个网络的朋友，互伊看，互伊听看觅吼。好，啊，祝伊做了会成功。人敢要做？要啦，伊都真欢喜要做哩。伊想讲这传统的方法吼，伊想要做。好，安尼多谢你哦，老母。哇，啊，你实在92岁啊，有得做这我的福气呢。这个简单。简单，毋过简单是简单，我都袂晓做。